喺過去一段長嘅時間，香港特區喺國家安全方面係處於一個不設防嘅狀態，令到一啲境外勢力同埋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喺香港滲透咗反政府同埋反國家嘅思想。而喺2019年，香港就發生咗史無前例嘅黑暴同埋港版顏色革命，而其中一名男子展示旗幟駕駛電單車衝向警員嘅案件呢，就發生喺2020年7月1號。2019年黑暴同埋港版顏色革命令社會變得動盪不安，有激進分子喺不同嘅地點非法集結，罔顧法紀，四處破壞同攻擊，大大影響咗市民日常生活，阻礙商業活動，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為咗阻止前所未有嘅違法行為，香港警隊嚴陣以待，堅守崗位。好似2020年嘅7·1回歸紀念日，警方知道鼓吹港獨分子亦有可能趁機升級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有警員包括李浩明警長喺7月1日前已經連續工作超過18小時，無畏無懼執行職務。香港國安法喺2020年6月30日刊憲公佈，即日晚上11點起生效。為咗配合香港國安法嘅實施，我哋盡早做好準備，包括設計合適嘅警告旗，警告示威現場人士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除咗考慮警告字眼之外，連旗幟顏色都要謹慎處理。除咗唔重複防暴隊已使用嘅顏色，如果用青色或者綠色做底色，字體會唔夠明顯。最終選擇咗紫色。由於當時香港國安法尚未正式生效公佈，為保密原因，我哋連夜喺警察總部內自行印製警告旗。自此之後，國安處都用咗紫色作為標誌顏色。特區政府國安相關宣傳教育工作都有使用紫色作為主題顏色。喺2020年7月1號下晝3點鐘左右，一名男子駕駛電單車喺背後插有一面寫上具有分裂國家含義口號嘅旗幟，而駕駛電單車嘅就係唐英傑。到咗下午嘅時候，我喺通訊機知道有一部電單車喺我布防附近嘅位置，唔理會停車嘅命令，高速穿梭警察嘅防線。其實電單車未駛到我當時駐守嘅第4道防線嘅時間，我已經聽到有群眾嘅叫喊聲，同埋高速行駛嘅電單車引擎聲向我嘅位置衝過嚟。架電單車隨後喺左邊超越咗一架啡色嘅私家車，我同我哋隊員叫停嗰一架車，架電單車冇停落嚟，反而加速前進，撞向我哋同事。架電單車同司機一同受傷倒地，司機當時緩慢向前爬行。雖然我哋3個隊員都受咗傷，而天橋上面同時亦都有人向警方投擲硬物，但我哋不顧一切衝上前逮捕佢，因為當時如果我哋警方唔制止佢嘅話，一旦撞到途人，後果不堪設想。不過 Sir， 當日個部署其實係點樣嘅？7月1號咧係回歸紀念日，當時已經係有情報顯示咧係會可能有暴力嘅示威活動啊，所以警隊內部咧清晨嘅時候咧都召開咗個簡報會，提醒警員咧係必須嚴陣以待嘅。我哋亦都特別提醒咗同事，甚至有一啲激進分子可能係用汽車咧係將佢嘅暴力行為係升級。當日咧，我哋去到灣仔同銅鑼灣一帶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激進嘅示威者咧，係不斷掟磚頭啊，同埋破壞公物，企圖衝擊警方嘅防線，場面係非常混亂。咁樣被衝擊嘅警員啊，佢哋嘅傷勢係點樣？當時現場咧有3名嘅同事咧係被撞到嘅，佢哋有唔同程度嘅傷勢，包括手腳同埋身體大範圍係被擦傷，手指關節移位啦。胸壁受傷係引致到呼吸困難，下椎間盤咧嘅肌肉咧亦都係受傷嘅。嗱，雖然傷勢唔係話十分嚴重，但係個治療啊同埋康復嘅時間咧都係頗長。如果佢要駕駛電單車，仲插上一啲煽動嘅口號啦，而且係揀選咗主要嘅幹道咧。嗱，我哋加少少幻想力，聯想一下，好似喺古代戰爭嘅時候，兩陣交鋒，突然之間咧有人騎住一隻戰馬，手持住自己陣營嘅旗幟。嗱，佢哋喺戰地不斷咁樣穿梭，咁啊係同佢哋自己嘅陣營嘅人咧係打氣。嚟到現代，當日嘅場景咧
佢哋明顯地係企圖將展示有分裂國家含義嘅口號嘅旗幟咧掛喺背後嚟吸引一啲公眾嘅注意，意圖咧係向其他人咧去宣傳標語嘅意思，同埋係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最後，唐英傑被控當時剛公布實施嘅《香港國安法》第20及第21條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同第24條恐怖活動罪2條罪名。歸華 Sir， 法庭係咪同意當年係參加黑暴人士佢哋經常呼喊嘅口號係有分裂國家嘅含義呢？嗱，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0條分裂國家罪嘅犯罪意圖咧，係指在分裂國家同埋破壞國家統一而作出嘅被禁止行為。換言而之咧，我哋係要證明被告係有分裂國家嘅意圖。當時法庭判決指出，整體而言，標語嘅意思咧係有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嘅目的。嗱，呢個目的咧係要靠暴力去達成嘅，而咁樣去展示呢類型嘅標語咧，係能夠煽動到其他人咧去干犯分裂國家罪。唐英傑案係首宗由香港特區法院審理有關香港國安法罪行嘅案件。2021年6月23號正式開審，經歷咗15日嘅審訊之後，法庭裁定被告2項罪名成立。法庭嘅判決指出，《基本法》第1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嘅部分。任何人實施分裂國家或作出任何破壞國家統一嘅行為，或煽動他人咁做，所處刑罰必須以對整個社會產生一般阻嚇作用，同對犯案者產生特定阻嚇作用為目的。就恐怖活動罪而言，如果有關嘅政治主張屬於分裂國家性質，即屬加重刑責嘅因素。法庭聽取咗被告求情後，喺2021年7月30號宣判總刑期為9年監禁，另加停牌10年。服刑至今超過4年嘅唐英傑喺獄中得到懲教署嘅更新支援，喺洗心革面之後，已經成為懲教署立德學院第1屆嘅畢業生，更加擔任升旗手。佢嘅思想已經有咗重大嘅轉變。點解會做出當時嘅行為嘅？當其時成個社會風氣嘅氣氛都好差啦，當其時好多網上面嘅資訊啦，都係反對政府嘅。咁加上我自己係用顏色政見啦去揀朋友，咁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反對政府嘅，所以我當其時做咗一樣令到我自己都好後悔嘅一件事啦。我當日喺灣仔啦，揸住一架插有旗嘅電單車啦，衝向咗警察嘅防線，最終令到有警察受傷啦。講下你改變嘅心路歷程啊！喺我啱啱俾人拉嘅時候呢，咁一定係好唔忿氣啦，即係覺得冇理由係我錯喎，即係我都係用我自己嘅方式表達自己嘅意見啦。咁個個應該當我係英雄，支持我先啱啦。咁但係喺院所嘅一段時間啦，即係我都去諗翻起，其實係咪我應該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呢？我當其時嘅我都係俾呢啲資訊去誤導咗，用翻我自己講嘅叫人衝自己鬆咯。有啲人喺外國逍遙快活啦，咁喺當我自己迷失嘅時候啦，基辛事務組嘅職員啦，佢同我講：喂，其實有個計劃都可能啱英傑你參加嘅喎，你要唔要試下我哋呢個月度我哋嘅計劃啊？咁喺院所嘅呢段時間啦，明白到我自己做嘢咧係嚴重咁傷害咗國家，所以我決定鼓起勇氣申請做呢個升旗儀式嘅升旗手啦。後嚟更加報讀咗立德學院，繼續翻我入院所之前未完成嘅學業啦。希望可以就有一個機會俾我改過。有冇啲咩忠告俾時下嘅年青人啊？我想同時下年青人講啦，做事一定要三思後行啦，唔好聽人講就去做，一定要自己諗清楚。因為犯錯連累嘅唔係定係你自己，仲會連累你屋企人啦。而家諗翻起成件事，我真係覺得自己好蠢。我好想同嗰3位警察講對唔住，都想同一直無微不至啦照顧我、關心我屋企人講對唔住。我哋睇翻唐英傑嘅 case 咧，其實咧對於犯咗香港國安法嘅人咧，懲教署係點樣制定更生計劃嘅咧？其實懲教署喺2021年嘅11月咧，推出咗一個重點嘅更生項目，叫做沿途有你計劃，主要係針對一啲涉及黑暴啦，或者違反咗香港國安法
或者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相關罪行嘅人士嘅。咁呢個計劃又點樣幫到唐英傑呢？唐英傑喺參加咗沿途有你計劃之後咧，佢轉變咗好多。佢從思想偏激，逐漸轉變到咧，佢懂得用唔同角度去思考問題。處事方面咧，亦都懂得瞻前顧後。佢亦都願意咧用自己嘅故事去感化其他人，去回饋社會，提醒大眾咧唔好犯法，以免付出沉重嘅代價等等。咁其實由此可見咧，其實沿途有你計劃咧，對於佢嘅更生咧係有一個好顯著嘅成效。唐英傑駕駛電單車撞傷警員嘅行為咧，係令人髮指。雖然咧，唐英傑咧已經係受到法律嘅制裁啦，而且喺懲教署嘅協助之下咧，已經改過自新。但係我哋絕對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喺香港啦，以至海外啦，唔少嘅反中亂港分子嗱，佢哋依然咧係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去蠱惑人心，企圖係分裂國家。我哋咧係必須要認清佢哋嘅真正面目。唔可以俾佢哋蒙騙，做出一啲對國家安全不利嘅行為。其實當年咧，真係有唔少年青人咧，好似本案嘅被告咁，被煽惑誤入歧途，真係令人痛心嘅。面對反中亂港嘅敵對勢力，我哋必須要時刻保持警惕，亦都要認清國家安全嘅重要性，提升自己慎思明辨嘅能力。當社會上每一個人都知法懂法、守法護法，共同努力咧，我哋就可以鞏固國家安全嘅銅牆鐵壁，令到任何企圖危害國家安全嘅壞分子同埋佢哋嘅行為都無法得逞。下一集繼續同大家探討另一個案件——羊村繪本案。